主后2022年12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喜乐宣告。圣经以赛亚书12章第20到第6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看，上帝是我的拯救，我倚靠伊，拢袂惊吓。上主是我的快乐，我的诗歌，伊一直是我的拯救。恁会对拯救的井欢喜快乐唱水。伫迄日，恁会讲，着称赞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着对万民宣扬伊的作为，着宣布伊的名应该受尊重。着吟诗称赞上主，因为伊有奇妙的作为，着对全世界宣扬这个代志。恁锡安的子民啊，着欢呼大声唱歌，因为伫恁中间的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上伟大。喜乐宣告，奇妙恩典真正甘甜，我罪已经得到赦免。其恩典这首歌的作者约翰牛顿，少年的时捌贩卖黑人奴隶，搁歹款待因，后来扣款倒转伫非洲，伊互卖做奴隶，受虐待折磨，了后互因老爸救出来。伫要转去英国的航行中拄着暴风，面对死亡的时，伊迫切呼求：主啊，怜悯我，假使我会得到救上岸，我要过无上款的生活。迄时，上帝掠着伊过往的罪一日浮现，就伫船只抵达以前，伊毋但性命得救，罪也得到救赎。后来献身成做牧师，时常写歌颂赞上主，搁致力废除奴隶的运动。伫迄日是指弥赛亚做王的日子，主耶稣已经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为众人的罪承接上帝的大受气，受定死伫十字架顶，互上主的大受气转消，搁赏赐圣神保惠师安慰咱。就亲像将牛顿对罪恶中转向上主的时，上主就诚做伊的快乐，互伊心中充满欢喜快乐，大声歌颂上主的拯救甲得胜。每年大了节的最后一日，当大祭司带领百姓去西罗亚池取水，拢会喜乐宣告。恁会对拯救的井欢喜快乐唱水。耶稣也伫大了节的最后一日大声讲：喙齿的人着来我遮啉，信我的人，照圣经所讲，有活水的溪会对伊的腹内冲出来。耶稣以爱咱就近伊，伊就是生命甲能力的供应者，搁要赏赐圣神住伫咱的内面，互咱无过喙焦。伫迄日，也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时，万国万民拢要聚集来领受伊的救恩甲治理，有真正的和平、疼甲圣洁伫伊的国度内面。所以，基督徒和教会拢有一个使命和责任，就是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。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成就的救恩，以及搁我赢过死亡权柄的消息，拢需要基督徒去宣讲、去传扬伊的圣名，互全世界拢知，搁认捌这位救赎主。伊
带点以色列人和万国万民中间的赦罪甲洁净，互咱诚侪圣洁的子民，所以爱大声欢呼，感谢称颂伊的作为，用喜乐见证上主伫咱教会群体已经成就的大代志。伫开讲节第3主日，上主的话要坚固咱，无论过去是安怎得罪上主、得罪人，即时咱爱行出黑暗，转向伊，因为上主的救恩就亲像活水泉源，有洁净、疼、安慰甲拯救的功能。今仔日，上主也要充满你，搁呼召你去做见证，传扬福音，你愿意无？默想，我渴求伫救恩的泉源欢乐出水无？我渴求伫救恩的泉源中间欢乐出水无？做来祈祷，上主啊，你的名偌尔尼通敬畏，阮的罪虽然可怕，毋过你的赦罪有搁较大的权柄，愿你使用我，引带万民来领受你的救恩甲欢乐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